點解你而家就應該開始建立個人 IP？Hello， 我係 Jesse。呢本書會由我同你聲音導航。我都係一位曾經以為做個人 IP 唔係我哋呢啲人嘅事嘅普通人，但係而家我可以好有信心同你講，如果我做到，你都一樣可以做得到。點解你應該而家就即刻開始？因為時間係永遠都唔會等人，你嘅家庭永遠都會有事要做，工作永遠都一樣咁繁忙，而你好似永遠都會覺得自己未準備好咁。但係我想講就係，其實你已經一早準備好，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故事，有個人嘅經歷，只係你未認清自己嘅價值。你從來都唔需要幾十萬 followers， 覺得咁先叫有影響力，而你需要嘅係一班願意聽你講嘢，一班信任你嘅人。就算只係得100個人，已經可以開始建立你嘅影響。而我哋呢一講嘅所謂個人 IP， 唔係要變成明星，更加唔係要你成日出鏡，係透過你嘅個人觀點同埋知識，吸引一班人願意留喺你身邊，因為佢哋都覺得你講嘅嘢好有共鳴，幫到手。我俾你嘅行動建議係即刻攞起你部手機，記得你最近最多人問你嘅3個問題，可能係你啲朋友問你點煮餸，可能係你啲同事問你點樣處理家庭同埋工作，呢啲就係你潛在 IP 嘅起點。唔使再等齊器材，都唔使剪片好靚，你只要一部手機，一個觀點就可以開始。揾到你嘅主題先係開始建立 IP 嘅第一步。有冇試過你一見到某人個 IG 就知道佢係邊類型嘅人？可能係佢成日分享育兒心得，每日都會貼出一張湯水食譜，或者每個禮拜一次講下職場轉型心得咁。呢種感覺就係定位。如果有一日你要用一句說話介紹自己，你會點講？我試過寫過一段簡單介紹，我係一位專注幫人揾翻自己價值嘅內容創作者。好簡單，但已經令人知道我想做咩，關心緊啲咩人。你都可以試下，照住以下 formula 寫一句你嘅定位。我係一個身份，幫助某目標群體去實現某種目標。例如，我係一位家庭主婦，幫助新手媽媽學識點樣做簡單嬰兒副食品。我係一位文職 OL， 記錄我點樣夜晚自學做 freelancer。你唔需要係專家，只需要你係過來人。你有屬於你個人嘅經歷，就會有人想聽你嘅分享。仲係唔知寫咩內容好？你可以試下以下方法。第一，先揾出你有興趣又識嘅主題，好似煮食、旅行、收納。第二，觀察你朋友圈中有邊樣係人哋經常問你意見嘅。第三，你最想影響邊類人？佢哋係咪你嘅過去嘅翻版？我俾你嘅行動建議係拎起支筆寫3個你想分享嘅主題，然後試下用一句說話嚟介紹以下你自己。故事先係你 IP 真正嘅力量來源。有冇人同你講過，我好中意聽你講嗰啲故事，好感動，好真實。你可能唔記得講過乜，但係對方竟然會記得，因為你講緊嘅嘢唔只係經歷，而係共鳴。人與人之間好多時唔係因為專業而連結，而係因為情感。而故事正正係最容易建立情感嘅方式。我試下舉例3類型你可以即刻講嘅故事。第一，變身嘅故事，例如你以前唔識煮飯，點樣變成而家每日煮3餸1湯。第二，失敗嘅故事，例如你試過網上創業失敗，後來點樣重新出發。第三，發現嘅故事，例如你有一日行街，見到人哋一樣嘅問題，突然明白原來自己都有能力幫人。你嘅故事唔需要太長，唔需要煽情，只要係真心嘅就得。分享一個小技巧俾大家，每次你準備出一條 post 一條片，試下加句我都曾經作為開場白，你會發現大家會好願意停低嚟聽。最後你可能會問呢一個問題，點解要由我講呢，而唔係其他人呢？因為你嘅故事，你嘅聲音就係答案。我俾你嘅行動建議係今日就用錄音 app 錄低你一段小故事，唔需要向任何人公開。試下淨係講俾自己聽下先，睇下覺得點。點樣揀啱平台開始第一步？你有冇試過一開始就想我要開 IG、開 Facebook、開 YouTube 再玩埋抖音呢？結果3日後個個平台都冇更新，就灰心咗一大半。我試過，所以我話你知，其實唔使全部都做晒，好多時集中做好一個就夠啦。呢個時代唔係你要跟足平台，而係要揀啱一個你最舒服嘅平台開始。IG 呢個平台
比較適合鍾意影靚相、發短文同埋 Reels 嘅朋友。Facebook 相對就比較適合長文、發展熟人圈同埋開設社群互動。YouTube 咧就適合你拍長片、放教學嘅視頻或者 Vlog，而抖音就最適合你玩創意、搞笑同埋碎片內容。當然啦，好多人就會話啦，我開咗個 page，但係唔知寫咩好，連個 bio 都唔識整。唔緊要，我同你分享3個平台設置重點。第一，先清楚介紹你係邊個，例如中年家庭主婦記錄每日煮飯日常，短短一句，等人1秒就知你講咩。第二，頭像同封面要清楚，你個樣唔需要靚到似 model 咁，但要乾淨真實，最好加少少你嘅個人風格色系。第三啊，有連結就記得放連結，無論係你嘅 WhatsApp 訂閱表單或者之後要賣嘅電子書都好，都記得預先留定個位，唔好忘記我哋建立個人 IP 嘅原因。最後，我俾大家嘅行動建議係揀一個你而家最熟悉嘅平台，今日就即刻開返個賬號，唔使諗得太長遠。第一步就係開始，根本冇可能係完美